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半暝发生2间规模6以上的地震，花莲的通水大楼跟富凯饭店拢起起，花莲县政府嘛宣布今仔停班停课。对于4月3地震了后，又搁发生上千届的地震尾，有学者指出，若是海狗巨型的地震，唔来摇真久、摇真大，厝嘛真危险。这礼拜会受到2阵方面的影响，天气无介稳定，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暗时到明仔载，嘛会落大雨。新闻头起身来看，昨暗晡有真侪民众半暝拢互地震摇甲醒起来。伫半暝2点26分发生规模6的地震，2点32分又搁发生规模6.3的地震。规模的地震是真侪，震央拢伫花莲又搁有灾情传出来。伫4月3地震了后，受到洪大的通水大楼，搁有中山路目前的休困征收的富凯饭店嘛因为地震拢起起，加在大楼内底是拢无人，目前嘛按算2礼拜内会拆掉。因为地震上接落，花莲县政府透早嘛宣布讲，今仔先停班停课。监视器画面一尊天摇地动，现场硬碰碰。花莲的富凯饭店一年半被震倒甲出去。另外一边早就被列为红单几楼的通水大楼，支持的 H 型钢架也被震倒。2楼直接正做1楼，虽然居民早就已经全部撤离，不过也是有人唔敢转去看一下。一夜难眠呐，然后想说天亮了，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几个住户比较好的大哥啊、大姐他们约好，就一起过来静静的陪他。花莲规暝真袂线，到这中山路顶悬，已经有44年富凯饭店正做2卡戏大楼，明显厝12度。附近住户规暝赶紧撤离，天一光。工程车紧急进驻，比较天星大楼拆完，先进行点土支持，有过2礼拜拆完。没有想到这个余震这么的密集，而且也这么的强烈啦。像昨天晚上，我想全花莲没有人有办法睡觉啦。珠江路顶悬有一栋2层楼的面体崩塌，1楼直接消失，好佳在无人受困。下远的洗衫场也因为强烈地震，一年目都倒去。花莲县政府原先控诉控山建筑部紧急评估，收件到4月19为止，即马地区一直冰心，可能要继续收件。现在可能因为这么大的余震一持续发生，可能因为再开始。今天开始又在进行紧急评估收件，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评估案件，或者是有一些旧的案子要去做复评。围绕附近的居民趁天光回去提贵重的物件，唔知伊即摆什么时阵才能够回来。花莲在后复原之路是真远，进前的红黄单几楼是不是够受损，拢要重新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对于4月3地震了后，又搁发生上千届的地震尾昨暗头到今仔早起，都有200多届的地震。气象署的地震预报中心是指出讲，这拢算是4月3规模7.2大地震的地震尾，只是讲大地震已经发生19天了，地震尾哪会这么多咧？有人讲可能甲海底有蒙断层，但是搁唔知影的断层有关系。在紧急救兵顶高等款物件，各雄雄公公离开。花莲国经过规暝真捌的强烈地震，民众烦恼甲唔敢困，真侪人归去塞车出门，到空快所在闪避。花莲大家有觉得有这样那么久过吗？摇那么久？没有，也没有哈。对啊，已经摇很像是。一直等到天光，地震尾也是真慢。地震测报中心统计，为控诉控3花莲7.2强烈地震了后，地震尾已经超过1163起。为4月2日尾暗5点08分开始出现真捌的地震尾，其中23透早发生2件规模6甲6.3上大，规模5到6也增加14起，规模4到5也有85起。甲23早起10点半，无到1天内已经有222个地震尾发生。
地动测报中心认为，要求出现较大规模的地动火，显示南平能源释放还未到稳定的状况，有关需去向力调整。从4月3号之后，4月22号到昨天5点8分以前，大概都主要是集中在比较北边的一个区域在做一个释放，余震序列，它当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一个缩小或是减少。地动测报中心预估，未来半年到1年，拢可能有地动火发生。只是伫主政过后19天，还有真捌的地动火，除了应急调整，也可能甲当地特殊地质环境有关系，无排除海底有崩断站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咧，因为落大雨，大高线有土石流，公路佮铁路有一段时间拢暂停哦。也毋过透早已经畅通了，因为花莲昨暗开始就一直在地动，在11线34.4公里的所在是有大规模的崩山，即马路嘛已经畅通了。东门大桥哦，桥墩是有淡薄仔稍微地动摇袂停哦，民众是拢真惊吓。比人较悬的大桥头落落来路面，22号暗时7点半左右，在11线34.4公里处大规模落石，2点钟了后排除通车。23号透早又搁出现零星的落石。附近的民隧道嘛有落石，徛着厂商到场来排除。在4月3号的地震以后，那我们事实上整个苏花公路有6处我们是觉得在边坡要特别来加强的，那这个都年底会做好。22号下晡，花莲水棒山台九线边坡有土石出落来，嘛有土石流流过铁路。铁路公路一度中断，经过厂商，公路伫咧长暗6点半拍通，铁路则是伫咧半暝啊3点通行，毋过火车5点真严重。花莲前往树林的自强号列车延误65分钟，有台东的民众要去新北市改买南回票的车票，发现北回抢通又搁来换票。讲就是通了，就赶快退那个往高雄新左营的，然后再买那个往北回的。22号暗头仔起，花莲地动真济，秀林乡东门大桥出现水泥条，有必顺桥梁前后位移的状况。平的，就是移位了，错开了5点昨天的5点，一直到凌晨，到现在还是有余震啊。在中间那个有到5、6级吧。伫顶涌附近的水莲川嘛，因为摇甲真厉害，真济独居的时大人唔敢回去厝内困，真济花莲人拢讲规夜拢歹困。现在还是很多余震的，我们村民都很怕，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睡觉呢。一直地动，还佫有明显的雨势将要到，伫进前的地动还未修好的厝，可能佫因为天灾增加新的变数，嘛花莲人真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地动遮尔济哦，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李实地伫面册铺文提醒大家着爱细腻哦。伊指出讲，若这是海沟的巨型地动，毋奈摇真久、摇真大，厝嘛可能会摇倒。教授是讲哦，以4月初3的地动，伫台北摇1分钟，若属是海沟巨型地动，有可能会伫台北摇3分钟哦。摇1分钟到2分钟，受到损害的厝摇到3分钟，就可能会倒。也毋过，教授嘛强调讲，距离地动以后的内政设计，是当来抵挡海沟巨型地动。受403地动火影响，23透早连续地雾冰心，阁互真侪人为困梦当中惊醒。有专家伫面册发文搬出过去1985年的墨西哥大地动为例，迄时阵的海沟巨型地动造成墨西哥有1/3的厝受破坏，死伤惨重。提醒大家爱较早准备减少灾损。403在台北摇1分钟，921在台北摇1分半。像墨西哥地震那么远地震，海沟型地震它摇了3分钟。因为海沟型地震有丰富的低频波，台北的灾情会比花莲还重。为什么海沟巨型地动会摇到这么厉害呢？专家分析是因为海沟巨型地动地平波真丰富，毋但会互盆地软石土层加大振幅，也会造成10层楼以上的大楼对地气反应，扩大水平震动的幅度。简单来讲，海沟巨型地动有摇真久、摇真大甲大楼会倒甲真彻底的3大特性。若出现海沟巨型地动，无论是前后或是左右摆动的幅度，恐惊拢会比403加921地动的摆动幅度要搁较大。台北盆地是一个比较软弱的那个土层，那比较高的那个建筑它是就是比较，它的震动是比较长周期的，所以
我们反而是台北本地比较高层的建筑比较容易受到海沟性的地震的影响。专家表示，若是911了后，国家有更新的耐震设计规范大楼，应该还佫能动海沟巨型地震。不过，若是无到15层楼以下厝，或者是早伫的911进前就起火厝，一定要细致防范海沟巨型地震威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气象署提醒刷来这几天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毛可能会落大水雨造成水灾哦。台北市今仔是举行防灾演练，另外地震不断哦。台北市民生社区的一栋大楼嘛防大红单，监管处今仔嘛去现场检查。当河川水位高涨的时候，路闸必须关闭。真心听简报，台北市长周万安和市府的官员来到迪化抽水站做水灾的防汛抢险的演习，关心移动式抽水机这设备的操作状况。因为全球气候变迁，市府特别注意剧烈的天气变化有可能成灾的状况。他也关注到，包括像今天下午还有周四可能有锋面经过，那周五的天气也会比较不稳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严加的注意，公务局还有相关局处特别要留意。气象署提醒讲，受到锋面的影响，23会有底延时强降雨，24开始连续5天会有锋面留伫台湾附近，而且会发生剧烈的天气，造成成灾的可能。那锋面在星期4离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后面又有另一道锋面在建立。星期5一直到星期天持续影响我们，天气是很不稳定的。若是要注意大雨成灾，全台湾是一直有发生大地震。民生社区一栋大楼月初因为花莲大地震出现严重的壁痕，大面积的态度落气在进行防大黄单。周万安嘛要求区公所和监管处，而且完成红黄单建筑物的巡查，来确保民众的安全。主要的结构似乎是还好，就是有一些外墙剥落，或者是较为严重。那这个还请社区来看看怎么来维护。各栋管各的啦。我若要修理，阮头前小可外墙小可落来尔啦。建筑师伫咧巡视了后，认为讲小林所的地震大楼的主体结构目前是无问题，主要是态度落去，要和住户来讨论安怎来维修维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礼拜受到2个方面小连续影响，天气是真无稳定。气象署嘛表示讲，今仔暗时到明仔载会有对流分下，所以雨水是真济，卖落雷公雨甲大水雨，所以得爱特别注意。今仔天色看起来乌阴乌阴，阁不时会落雨。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受到2个方面小连续影响，规礼拜天气拢会真无稳定。雨毋若一阵一阵，也有可能会有雷雨、强降雨。毋过，针对什么地区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气象署说明，因为变化较大，因需要随时监测，参各种资料做比对，提醒民众出外进前要注意大雨特报、大雷雨特报等等的发布。入夜到明天又会有比较大片的、比较旺盛对流雨系进来，造成明显的降雨。那锋面在星期4离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后面又有另一道锋面在建立。星期5一直到星期天持续影响我们。锋面它上面旺盛对流雨系发展的位置会是在什么地方？气象署会随时监测。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除了拜三北部、东北部会较凉淡薄啊，刷落来受到后一个方面影响，降雨会真无稳定，温度也会变来变去。那么未来这种天气，也只有在明天有点微弱高压南下的时候，会让北部、东北部的高温还有东部稍微下降到25、26度左右。可是很快的之后几天，锋面其实又在我们的北部海面逐渐接近。只要不下雨，我们就觉得很闷热。可是，一下雨，如果有剧烈天气，甚至带来强阵风的时候，会觉得温度是很凉的。因此，要提醒大家，这种温度变化也要多留意。气象署提醒，最近有真侪地动尾，加上这礼拜拄到锋面不时会落雨，有可能会崩山，建议民众暂时唔通去山区活动。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前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公布第5批的新内阁，内人内底有5个是现任的官员，包括农业部长陈桂君、财政部长曾翠云、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交委会主委徐家清。阁有林署长苏俊英只有主计长是新人，是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珠。
准总统赖清德特别上任，准行政院长杜英泰23公布第5波新类高诊数。六会中有5位是现任斗阵，也是真毒，包括农业部长陈俊贵、财政部长曾翠云、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教委会主委徐家清、人事长苏俊莹，唯一新民厂是主计长职务由台南市健康会主委陈淑珠接任。他们已经在过去为国家服务的岁月当中，展现了他们的行动力。未来当然是要借重他们丰富的团队经验。杜英泰表示，6位准首长的共同特质就是经验丰富、勇敢做事，以免因继续带动国家进步。其中，陈淑珠是赖清德台南市长任内的主计处长。8年来，和台南为债务超过1000亿，高无欠债，表现真受肯定。我称他是节流跟开源的2刀流的主计长，发挥他开创性的精打细算。台电的一个亏损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健保的一个补助，这个部必须看整个一个国家整个的需求的排列优先顺序。除了个案名单真受关注。7至9名的行政院政委也陆续传出人选，现任政委陈金忠、留任之外，文化部长苏德、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拢互点名。搁较有媒体报道指出，但最近时期的幕僚马永成、林德群也会进入快乐核心，变调大众回归艺术真高。超商的咖啡大杯的，只要加10元就有第2杯。所以我就找了好朋友一起喝，谈论的都是一些家常的事情。内阁团队成员公布完成之后，再陆续的去做其他重要人士的征询。杜英泰对传闻无正面回应，也唔讲。另外，国安人事保障方面，预计赖清德会伫这礼拜亲自召开记者会，正式对外宣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光复乡有一个1岁查某囡仔，伊20分去送病院，医生发现讲伊的头壳受伤，嘛进行通报哦。伊的妈妈甲同居的男朋友是承认讲有生伊喙皮，检方认定讲牵涉到虐待，已经互法院羁押咯。这个查某囡仔的妈妈甲男朋友伫咧进行的时表示讲，是因为囡仔的好哦，所以有生伊喙皮，检调认为有虐待的嫌疑，嘛已经互法院羁押咯。这个囡仔目前搁伫病院哦，因为目睭出血是真严重，脑干的功能嘛严重受到损害。再来看台中哦，有民众报名旅行社以色列旅行团，因为中东冲突想要退掉，所获业者拒绝。民众是开记者会指控。关公署是表示讲，业者无甲民众签定型化的契约，嘛搁去禁止退订，这拢违法咯，会来展开调查。3位民众控诉一间旅行社，去年8月招揽以色列旅游团，因承揽2万块定金，原本预计今年6月出发，但是以色列甲周边国家陆续发生冲突。外交部去年10月调升旅游警示定号为干嘛色，想要退订，却去业者拒绝。以后如果比较平静、安稳、安全的状况之下再去，那现在我们就是意思表示，就是这一次全部都不要去这样啊，因为人身安全最重要嘛。民众指控目前已经知影有13个人入订，当初是旅行社只提供1张收据，无签订定型化契约，更较含的是事后查证。这间旅行社2020年就向废照，去年9月甲业者协商无结果，了后就拢闪撇无见面。关公署是表示，旅行社废照行政处分目前正伫咧最高行政法院上诉审理当中，依法依原会使继续揽客，但是无签订定型化契约，禁止退订，拢已经明显违法。召开协调会，业者也拢不出席，会展开调查。本来它是合法旅行社，我们就讲合法旅行社，你本来旅客就可以因为旅客的关系要退订，本来就是可以这样，所以它本来我们视为它是可以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话，它也应该要退订。他不能不退订，有危害旅客安全的风险存在，这时候旅客仍然可以主张解约退款。旅行业者除了扣除必要费用之外，如果双方的理由契约有约定补偿约款的话，
业者还可以主張旅遊費用5%以下的補償金。打電話給業者無回應，關公司表示，旅行社目前只有15萬塊的保證金，早就已經去予品保協會出貨，無理由保證，後續會使採取1萬至5萬塊。台中市法制局是強調，旅遊地點有危害旅客安全風險的時陣，會使主張解約退款，補償金額上限未使超過旅遊費用的5%，消費者會使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訴。記者台中報道。再来看新竹有一間生態的工作室哦，曉歌曉熱，攏有辦兒童的營隊。去年傳出講負責人性侵害囡仔，懷疑第一審是判3檔8個月有期徒。最近有家長發現講，這個負責人又過來開課招生咯。有議員甲民間團體是呼籲講，咱台灣嘛應該比較澳洲建立兒童工作證的制度，提升老師保障學生的安全。主要咧推測 STEM 課程收4年到6年的學生，佇新竹旗城邊上課，看起來是一般的廣告，煞予新竹的家長真驚嚇，因為教課的老師若像去年捌佇夏令營性侵囡仔，一審互人判3年8個月。3人開班，5人滿班，怎麼5人就滿班了？再來就是活動地點可以依你的需求調整，它有可能就是在規避這個短期補習班的設立跟這個選擇。新竹市議員蔡惠婷講，代志曝光了後，市府去稽查，目前無囡仔上課，嘛無商業登記，也未開課。面冊頂頭已經找無相關資訊。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儀指出，教育愈來愈多樣化，唔僅是營隊，任何補習學在家所在攏有可能成做囡仔安全網的空棚。有越來越多新形態的上課方式以及營隊的方式，卻沒有相關的法規來制定。因為目前幼教法規定，請教職員要先看伊的良民證，也毋過敢若適用教保機構。雖然部分囡仔相關工作業者嘛會要求要看，人本表示應該要是愛學澳洲建立囡仔工作證的制度。他會接觸兒童的義工、老師、專業人員，他都必須要有得到兒童工作證。這個兒童工作證的過程，他會檢視他是否有相關前科記錄，以及兒童工作證的建立，同時要加上他要有基本的對兒童權利的了解。日本強調，所有的囡仔工作者攏應該申請囡仔工作證，進行上基本的篩選，建議會當收佇兒少法內底。呼籲教育部要趕緊開公聽會，予以入法。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憲法的法庭將對死刑的議題來進行嚴肅的辯論。有3個進前捌對廢死表態的大法官是回避審理，法務部是主張講死刑的制度是憲政的提出認同的，也毋過申請方是認為就算是法官嘛無殺人的權力。一大陣律師出面準備交證，要為死刑犯在法庭上辯生論死。這還是要為死囚請命嗎？目前全台灣有37個死刑犯，無一個例外攏聲稱釋憲，主張死刑奪走人身尊嚴、侵害生命權，而且佫違反憲法保障的比例原則等等。這時候準備怎麼樣應戰嗎？是。法務部是派出檢察司應戰，主張制度合憲，死刑存廢已經爭論真濟年。雙方23佇憲法法庭直接對決，大法官當中有游碧祥、蔡景敦、蔡彩晶3個人回避審理，會交予12個大法官決定死刑釋憲的結果。多年來，所謂的多數反對廢死是過於簡單的說法，因為這種民調都是在問一個不存在的假問題：人民接受無條件的廢死嗎？但是我們今天在憲法上問的是，是否存在替代死刑的措施？其中關鍵的爭議點，死刑作為法定刑敢有違憲，敢有干涉到民眾免受極刑等等的權利。城青方主張死刑的協助效果無法度確認，就算講是法官嘛無殺人的權利，殘忍擁抱才該是死刑真正的目的。如果刑法是與受罰者的行為連結，正是這種自我行為的刑法責任承擔，顯示出國家基於保障人性尊嚴，給予個人自主性以及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尊重。今日法務部是認為死刑制度經過憲政特殊的認定，就算講生命權有憲法保障，不過嘛唔是絕對的。那根據罪責並行的理由，死刑已經有下調適當性、必要性甲最後手段性，雙方一來一往，對死刑存廢展開激烈的攻防。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有饲猫的民众哦，伫社团铺文讲，伊饲的4只猫仔食某一个牌子的饲料，其中有3只出现低血价的镜头哦，有1只死去。后来嘛发现讲，这亲像毋是个案。医师嘛指出讲，最近哦，猫仔出现低血价的状况哦，开始有增加。那立委拢要求农业部得爱介入调查。要饲料互猫仔狗仔食是真侪宠物的饲主上频繁的事项，结果有民众伫网络的社团发文讲，有猫仔食某咪品牌的饲料，结果出现低血价的状况，甚至是引起并发症过身。消息出来才发现讲，这敢若毋是单一个案尔。我觉得我自己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从 Kiki 死了以后，我们家的猫还是继续在吃那个饲料。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是那个饲料的问题。我就惊觉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有一样都出现低血钾？换饲料之后有发现它的喝水量增多的幅度呢，大概是1天500-600 ml。带它去血检，发现也有低血钾的症状，有低血钾血检报告跟购买证明的饲主约有40位上下。厝的猫仔出状况，一寡饲主是质疑讲问题就出伫饲料。红点名的厂商嘛发声明，展出黄壳毒素无检出的报告，嘛当地送验其他的项目。伫受医师的群组内面嘛流传，最近出现真侪猫仔来求诊，大多数拢和低血钾有关系。那短短的2-3天之内呢，其实我们兽医师的社团就接获到10几个案例，很多病患是换了饲料以后他就恢复正常。我们认为应该要去针对这个饲料做仔细的调查。台北市的动物保护处事实上在昨天已经到民众陈情的一家公司去进行稽查采样，我们全部都会做检验。那如果说有违反规定的话，前面有说过就是罚款，那要求厂商就是下架回收。那立委拢召开记者会，呼吁农业部来介入，用上紧的速度来检测有疑虑的宠物饲料，而且主动收集案例。那调查发现问题，嘛必须要随公告厂牌名称配合，较紧来落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3大养猪公司的总资产哦，都有上调的新台票，影响是真大。有立委甲卡侪自救会律师都有受害人，因是呼吁讲，爱甲养猪公司来做爱申请许可的金融特许的行业，定出利息、费用、违约金等等的规定，好好来做管理哦，才当解决养猪的乱象。穿粉红的衫，挂喙暗，伊是单亲妈妈帮律师。该一个车厢有轻度智能障碍查某囝，因为收入无稳定，大小的查某囝为减轻负担，伫网络找到头路，想要搞出是诈骗。除了爱伫平台投资，就用得到获利，搁进一步小介养猪公司借钱增加投资。啊，毋过但无配息，一直到报警了后，才知影被骗，怀疑诈骗集团代办公司，甲养猪业者甚至一条龙产业。我的女儿是智能障碍者，代办业者跟融资公司完全没有针线，没有考虑到我女儿是不是有认知的能力，只叫她签名，她也没有给她合约。去年真红的底片，刷到高山的医生意外甲开养猪公司忽然放贷款致使少年人欠真侪钱的乱象。再去立委黄珊珊甲卡侪自救会顾问甲受害者等共同开记者会表示，市场充满假买卖真贷款、空白本票、手续费甲违约金，拢无赞赞。救新刑局李君丽才四大养猪的乱象，而且伪造林商业农业工会登记资料显示，敢若伫台北市2022年养猪金额就高达7253亿。国内3大养猪租赁公司总资产规模高达1.5兆，应收缴款1兆，影响范围真大。啊，毋过煞无监理机关来管。要去买一个冰箱，拍张照片，你就可以借到20万。你买一个中古车，可能这个中古车只有3万块、4万块，你这样子他可以借你几十万。这个是抵押贷款，不属于消贷条例，的处理，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个高的利率来压迫这些求助无门的这个债务人。黄珊珊表示，养猪公司过去20年拢无监管，产生出真侪社会乱象，所以建议应该设立养猪公司专法，各明定养猪公司利率、利息、费用、违约金的计算甲上限，才有法通管结束养猪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中国23个受罪选手伫药物检验实用性验过，伊嘛是佮继续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哦。世界环境药组织佮有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经过调查发现讲，这个选手是无细致去食到受到污染的食物所致，所以并无违规。《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东京奥运前几个月，中国23名精英游泳选手药检发现违禁药物 TMG 曲美他嗪阳性。TMG 是治疗心脏病药方，一寡游泳选手人数会当我是国家队的一半。中国环境药组织伫代志发生了后同步调查，判定阳性为相关运动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所致。涉及的中国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审查后，认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调查结果。世界环境药组织答话表示，协报了后已定序复检样本，对中国展开调查，最後認定無不法。We had no evidence of wrongdoing to present and no credible way to disprove the contamination theory that was accepted by China and a position that was also accepted by World Aquatics. Chinada and the authorities conducted a number of interviews in order to try and explore how the substance could have gone into the kitchen, but that didn't result in anything concrete, and they didn't hypothesize in their report. 纽约时报发现23名药检结果呈现阳性游泳选手伫奥运5个项目拢有摕到奖牌，目前看不出有啥物人的奖牌会互摕掉。我达表示，任何批评拢无根据，毋过比较伫几个月前，我达处理一件俄罗斯花式骑兵选手药检无过案颠倒验起来，迄当时俄罗斯的金牌互没收。公司新闻为零编译。来看美国的大学校园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是愈来愈烈。昨伫耶鲁大学，就有45个学生囡仔被警方抓起来。几点钟后，哥伦比亚大学嘛宣布学校停课，要改用网络上课来减少校园的冲突。这几个人被警方扣掉了带走，几点钟了后，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全面改做线顶上课。支持巴勒斯坦学生伫校园示威过程当中，这10个人甲学生互呛，另外有1个人也以色列国旗才明显的象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特发声明，谴责反犹太主义用回加恐吓骚扰。President Shafiq,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for not protecting these students. Shame on you for letting these protesters and these thugs to take over your university. I'm for free speech. College campus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at. 学校顶礼拜才有100多人被抓，因为抗议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伫校园大爆棚。学校表示活动无经过授权。I condemn the anti-Semitic protests. That's why I've set up a program to deal with that. I also condemn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Palestinians. 伫康乃狄克州的耶鲁大学，有示威者踏校园周边的道路，要求学校为军用武器制造商撤资。根据当地的学生校刊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警方掠超过45个抗议者。波士顿爱默生学院甲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都有学生大爆棚示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的报告指出，讲全世界军事的支出连续10档拢会增加。2023年已经超过美金2.4条，是以欧洲、中东和亚洲3个地区增加上侪。前5名国家是美国、中国、罗西亚、印度和沙烏地阿拉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去年的军事支出总额增加6.8%，是对2009年以来上悬的年增幅度，反映出全球和平稳定的恶化。某些所在紧张情势有较好。There's really not a region in the world that things have gotten better in. And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context of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n Europe, Asia, we talked about the worsening tensions. There are multiple conflicts going on in Africa. This tre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in the coming years. 就区域来看，欧洲、中东加亚洲3个地区增幅上大，排名前5大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加沙烏地阿拉伯。军事用费上悬的国家是美国，年增幅是2.3%，规模达到9160億美金。
俄罗斯增加24%来到1091亿美金。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军事支出增加51%来到648亿美金，位居全球第8位。已经拍2年的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也让一堆欧洲国家的军费拢增加，其中一个以波兰增加幅度上大，一日起75%，来到316亿美金。中国是连续第29年增加军费开支，增幅达到6%，来到2960亿美金。这促使邻军国家伫军事方面投入更加侪资金，像是日本、台湾。日本去年伫军事方面投入的支出是502亿美金，台湾是166亿美金，军费拢成长11%。In Asia and Oceania, the region has really much been driven by ongo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Some often talk about worsen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Taiwan, China and Japan, of course. 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用费大幅增加，第一大军费支出国沙烏地阿拉伯，增幅达到4.3%，达到大约750亿美金；第二大支出国以色列增加24%，达到275亿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以色列伫当地时间20攻击加沙南部的都市拉法，嘛造成一个有薪30礼拜的妇人人不幸死亡哦。当地医生是赶紧破腹，甲囡仔生出来，是一个查某的阿婴仔，一出世就无妈妈咯。有薪30礼拜巴勒斯坦妇女伫以色列对加沙社区拉法的攻击之下，无法度保住性命。这妇女的翁婿甲查某囝拢伫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医生赶紧用破腹方式挽救这个妇女的囡仔，是一个查某婴仔，体重只有1400公克。就这查某婴仔甲另外一个囡仔拢被安置伫病院的保温箱内底。这个查某婴仔会伫个保温箱内底待3礼拜到4礼拜，需要会对亲情斗阵生活。医生讲，就算这个囡仔活落来，不过伊才拄出世就真细孤离。أي ذنب هيك يصير فيهم عائلة كاملة إبادة ع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اللي نجي منهم جنين صغير بنت أختها الصغيرة نفسها تسميها الروح هي راحت ملاك وضل الروح حسبي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فيكم。以色列甲哈马斯交火，约旦河西岸地区情势紧张。19以色列继续轰炸难民营，至少造成3名哈马斯人员甲一个15岁查甫囡仔死亡。以军讲，因也掠到8名哈马斯的嫌犯，以军受9名官兵受伤。伫20时，一个巴勒斯坦的救护车司机赶往以色列袭击的现场阿斯塞维耶。当这司机正伫甲伤者搬去救护车时阵，形容以色列军方甲民众对伊的行径开枪，造成这司机当场死亡。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ليس الأول على سيارة الإسعاف، هذا الاعتداء الخامس ب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ى سيارتنا، أكثر من 5 مرات تم 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ينا وكان استهداف واضح من قبل جيش الاحتلال والمستوطنين。新闻网站阿西斯第20报道，华府建议对以色列国防军第97犹太隐形营来实施制裁。以色列军方讲无听讲华府的任何做法，也毋过总理纳坦雅胡是伊讲任何以色列军事单位因为涉嫌侵犯人权而遭到制裁，伊拢会对抗到底。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נגביר את הלחץ הצבאי והמדיני על חמאס, כי זאת הדרך היחידה לשחרר את חטופינו ולהשיג את ניצחוננו. 以色列袭击伫约旦河西岸另外一座城市图勒凯尔姆，以军讲有2个巴勒斯坦人想要用尖的物件甲开枪袭击以色列的军人，以色列军人是开枪反击，因这事件至少有14名加沙民众死亡，这是这几个月来约旦河西岸发生上大的伤亡事件。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咱人敢会当决定讲要安怎来使用家己的身体，敢会当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最近是一直有真侪讨论哦。南美洲的秘鲁头一个法院许可会当安乐死的心理学家安娜·李伊已经过身咯，食到47岁。最近法国的国会嘛针对安乐死合法的法案来进行辩论。2012年7月，得到秘鲁最高法院裁定温存现行有尊严死亡的心理学家安娜·艾斯特拉达，享完生命最后不到2年时间，第一次过身，今年47岁。在法院判决官司胜诉了后，安娜迄时阵伫病床顶悬呼吁外界尊重伊的决定。Siempre he dicho que respeto las creencias de las personas, incluso respeto las opiniones de las personas, de los ciudadanos y ciudadanas que están en contra.
安那得到多发性肌炎是一种侵犯筋膜为主的自体免疫性疾病，会造成筋膜无力或者是疼痛。30多年来，一直甲病魔颠倒，一直甲遗传性袂振动，靠呼吸器卫生，最后连气管的筋膜拢开始无力。所以自2016年向秘鲁最高法院提出有尊严死亡的官司，最后得到胜诉。虽然安尼，秘鲁目前依然禁止安乐死，拉丁美洲经济拢是天主教国家，目前敢若赴哥伦比亚、厄瓜多加古巴允准有条件安乐死。另外，欧洲的法国国会日前开始对安乐死的合法开始进行辩论。法国政府4月上旬提出法案，允准有晚期癌症或者是其他不治之症的成年人食致命药物。由法国国民去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寻求协助案例愈来愈多。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早就承诺通过立法来解决。今年43岁法国民众李弟先天半身麻痹，加上双眼都要失明，加龙骨严重的伤害。今年1月底启程去比利时寻求安乐死。D'un côté, j'ai hâte d'être libérée, puis de l'autre côté, je culpabilise de laisser les personnes que j'aime. Mais bon, après, c'est un choix de ma part. 法国卫生部长沃特林表示，只有满18岁，而且是法国公民或者是住在法国的患者，才适用新的政策。医疗专业人员在开致命药物进前，要先确认患者是有严重而且无法度治好疾病，在遭受无法度忍受而且无法度治疗疼痛，而且自愿寻求致命药物。法案按算5月进行表决。2016年，法国一项法律规定，医生应伫癌末病人过身进前，可以保持战争，按过无允准协助自杀或者是安乐死。瑞士、葡萄牙甲美国的几个州拢允准协助自杀。目前在特定条件之下，安乐死敢若伫荷兰、西班牙、加拿大、澳洲、比利时甲卢森堡是合法的。公视新闻警员庆朋友。过来消息来看，宜兰闽地的山区，伫昨暗有一个查某人伊有啉酒，后来甲查某朋友冤家，无细理由去跋落去80公尺深的山骹，伫抢救的过程哦，佮去拄着电动，加载人是真平安。不是，脖子又被那个木头钉到。警方含孙山员落去山谷，接触到跋倒落去山谷的细龄的查某人，发现伊按棍和插头拄着伤，无法度振动，只好身体保暖等救援。让你先上来了。一个慢慢上来。伤员紧急替查某人处理了后，放去伫冷着，用锁甲伊扛去伫路面。经过调查，这个意外是为细龄的查某人日前暗时含细陈的查甫朋友载车去明池山区佚佗，伫台七线68.4K的时阵，两个人开始冤家。查某人有啉酒上去落车走去，查甫朋友找无伊就报案，才发现伊设伫80公尺深的山谷。那我们经由就拖拉的方式往山上带，那中途的时候有碰到那个国家级警报。大响，那地震发生当下有稍微摇晃一下，那我们的人员就是躲在那个山洞里面跟那个树洞里面。宜兰县消防局是出动宜兰和台东军队的人车过去抢救，在山谷搬运细龄的查某的时阵，佮拄着国家级的警报亮，山区是天摇地动，搜救人员只好暂时秘伫的棚坑和树坑内，好在再无发生其他的伤亡，成功把细龄的查某人救出来，送病院急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澎湖昨发生2件意外，随着启动医疗后送到台南机场，也毋过伫医疗直升机要飞转去澎湖的时哦，伫台南机场的地面有镭射光去照着飞轮机，影响到飞行的安全，所以直升机是赶紧向航空站来通报，买来追查镭射光的来源。这片黑暗的环境当中，日射的光线是非常的光，对地面直接往天顶来照，干扰飞行的安全。澎湖县驻地医疗直升机林天航空22号一天是执行2件紧急医疗后送本岛的任务，但是夜间要飞转去的过程当中，却遭受到不明的镭射光照10外秒。在台湾机场返航的过程中，发现舱外有镭射光束在进行照射，所以我们当下有进行了拍照以及录影搜证的动作，但此行为还是非常严重影响飞航安全的问题。台南机场是军用的机场，离场的航机遭受到镭射光来照，要追查教务民众恶作剧，以军机日前立法院3读通过民用航空法修正案，相当会当处90万的罚金，或者是7档以下的徒刑。依照民用航空法第101条的规定，这样的行为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科9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因此导致空难，恐怕就是构成杀人罪，最重是可以处到死刑的一个刑度。明天航空事后给我们的相关资料转给我们的航空警察，再转请当地的派出所做协助调查。报告我们的位置大概距离本场大概10里的范围，方向角是33里。那我经过我们比对大概距离在曾文溪附近接近七股的位置。好在在迄当时，病患已经是无伫飞行机顶悬，无影响病患后送就医的安全性。但是这个行为小共严重影响飞行的安全。后续相关单位嘛将会对客地下岗来借航空器的民众依法来救济。记者王振云澎湖台南报道。来看台中公园前一站举办国际爬树仔锦标赛，专工申请嘉义大海团队来帮公园内底老庄做健康检查台中市政府嘛派人去观摩。褐色的这个是好的结构深褐色的，那红的跟绿的这个是有中空腐朽。伫树仔四边白精密的仪器，对嘉义大学内的树木检测团队用价值100万的设备，甲台中公园内的老树做健康检查，要看树仔内部凹起的程度敢有严重。我们用光打扫描它的这个几何形状大小，还有计算这个结构复杂度，然后再用目视的评估来看树木的腐朽缺陷。团队表示讲，平常时无风无雨，树仔煞向倒去的状况，就是因为树仔已经破病，煞拢无去抵甲着，所以爱定期检查树仔的强度，看内部敢有凹起，来避免意外发生。台中市府嘛派人去观摩，希望会当成做多次路树检测的参考。这一些树木做了，它的一个问题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一些的主管单位，马上可以反映。针对台中市的行道树还有公园的树木，这个初步判断有危险之余的，我们会再做细部的分析。那如果有立即已经有达到立即危险之余的，我们就会马上做处置。团队强调讲，目前台北、台南、甲高雄拢是用这套检测的方法甲标准，希望经过这摆伫台中的推广，互科学检测愈普遍，减少树仔风向倒去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空气污染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研究嘛显示讲 ，PM2.5 是制造气癌上重要的原因佮以气栓癌上济。也毋过目前只有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健保才会来负担标靶药物。其他人要用这款的药物，一个月爱开10多万，所以真侪病人就会放弃治疗。因是呼吁政府就爱用健保来提供气栓癌的免疫治疗，落实医疗平权。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10大死因癌症排第1。台湾癌症基金会指出，伫去年肺癌的发生率、死亡人数和癌症本期的个案数量拢创下新高。原来肺癌当中有70%是气栓癌，但是敢若有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健保才有负担标靶药物。若是无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除了化疗有健保负担，若要搁用较好的免疫药物，一个月就要自费10多万，负担真重。没有肿瘤基因的突变，这一群病友呢，也占了将近30%之多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不适合使用标靶药物。那对于他们而言呢，目前都还是使用健保给付的传统化疗。所以呢，病人常常说，同病不同运。台湾癌症基金会嘛指出，和10年前比起来，20至60岁劳动力族群得气栓癌的个案是增加9成，对个人的健康威胁真大。有医生表示，无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也会占3成才济。不过，若用化疗，搁再加上免疫药物治疗，存活率甚至会当加1倍。因呼吁政府爱把气栓癌免疫治疗列入健保。虽然一开始来这么严重的病人，你只要慎选药物，他还是有办法可以，我们叫做疾病痊愈。我们希望终结这群弱势病人的一个窘境，那未来让我们所有的肺癌的病人都可以得到一致的一个公平的治疗的一个程度。基金会嘛指出，大清在竞选总统的时，要画出健康台湾的愿景。因认为对发生率上悬的肺癌落手来改善是上要紧的目标。嘛希望立法院甲5治控以后的新政府会当落实医疗平权。记者卢尚书、郑俊友台北报道。经济部宣布讲，今年台湾的创新研究是摕到9座爱迪生奖，排名世界第3。
今仔要小解工研院研发的青光眼的药物是摕到金牌奖哦，咱做伙来了解。逐工目药水点一摆，就维持有效，可能减少抗药性。这是国内第一摆自主研发成功的双标靶青光眼药物。这项创新技术毋但降hạn价的成效，比国际领先大厂将近3倍，佮摕到有创新界奥斯卡奖美名爱迪生奖金牌。跟市售的药物比起来，它降眼压的效果，还有解决它的这个副作用，特别是红眼症啊、发炎更有作用。经济部表示，工研院接受专项计划补助成立眼药开发平台，逐步全球研发出双标靶青光眼药物，来提升销量网排水功能，减少眼压升悬，是新型萎缩风险，也比传统治疗药物更可能减少目睭红、发炎这副作用。很多药它有它的不需要的这些副作用，所以很多病人他没办法接受。所以药物治疗常常就是有人治疗以后，他常常就自己不点药了。所以在眼科界的话，他一直希望说不断有这个新药。那这些新药呢，除了它的效果比较好，那它的副作用能够减少。工研院指出，这项创新技术已经摕到欧美顶7零专利，各技转予药厂已经完成临床第1期，咧准备进入临床第2期试验。根据健保署统计，国内青光眼患者差不多43万人。医师提醒，青光眼是不可逆的视神经疾病，有1/4的人有失明风险，目前无经济的方法，甲人靠定期检查、早期治疗控制。希望未来双标靶药物上市了后，加惠更较侪患者。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为特别表扬对台湾文化有特殊贡献的艺文人士，将公布第43届行政院文化奖哦。这奖的名单今年是颁予文字领域的布条金、215二中，还有诗人林兴泰。文化部公布第43届行政院文化奖的得主，包括长期投入台湾建筑文化资产调查、保存甲推广的布条卿，另外一个用相机记录人和土地故事的摄影温义中，也佮有去年已经去做先的跨时代诗人林兴泰。林兴泰查某囝也是即马台湾文学馆的馆长林金立认为，捌经过日本时代到战后的创作者面对语言的转换，犹原坚持创作真无简单。今仔林兴泰得到这个奖，也算是互遐看语言年代的作家真大的肯定。我想这也是对台湾文学，尤其是这跨语言的这个世代的作家的一个肯定啦，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台湾的关注的这种坚持。伫台南成长大汉，后来搁伫生态教册布条卿强调，透过文化资产来了解家己成长的国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从事文资大概有40年左右的时间。古迹或是广义的文化资产，基本上就是让后代的人知道前面的历史。跟一个肥料的村民行伫铁基路边，这是宜兰罗东的森林铁基仔路，也是摄影温义中伫家庭月刊食头路时翕的作品。对温义中来讲，逐张小人物的相拢有因背后的故事，翕相的人和互人翕的对象，拢是创作的一部分。更较了不起的摄影家，其实伊个50%的创作者尔，另外50%是你要翕啥，迄个物件功劳有50%。温义中目前拢在整理过去毋捌发表过的作品，定期伫温义中台湾故事馆和其他艺术家合作展览，期待甲更较侪作品提出来和大家分享。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嘉义的议题哦，对4月20开始，一直到5月初5，八庄头会互相比赛分招啊0，这是地方哦一档一届的大代志，嘛是地方8档外来的在地文化，咱做伙来看卖。主人甲手举悬，排无0的粉鸟连面就往天顶飞出去。嘉义县伊地乡的庄头甲庄头之间，逐年伫这段田园较硬的时间，拢会举办粉鸟0的比赛。细只开始培养大只起来，大只起来掠起来溜。对方争流，流足在，来开始溜0，这粒0开始溜大粒的，人家里边放灯啊。我们要背之前，鸽子的尾巴要先缝一条线，然后取一个中间值。这个点是它的尾巴，就是取这个中间值，然后这根竹箫就从这边插下去。除了小改粉鸟安怎排模铃以外，在地囡仔嘛展现因创造的模铃，同款是伊地人的家己管理红中牛，嘛专工回来参加这一年一届的粉鸟0比赛。这个是
义竹乡很重要的特色。那已经100多年，那可以说现在还是维持的8个村庄两比赛。那现在又是赛鸽铃季，那所谓赛鸽铃季就是龙显的时候，大家比赛赛鸽铃。伊伫乡公所表示，粉鸟铃的活动，毋但是国政头对饲粉鸟技术的展现以外，嘛希望透过活动，让在地少年人对故乡的文化更加了解、甲认同，未来当继续传承这100万年的农村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华东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